10. 家庭亲从。你住在哪里？去加拿大耶？去加拿大耶？我住在单位的宿舍楼里。我来空姐空边弄读耶？我来空姐空边弄读耶？你家有哪些人？去今天弄没宿舍耶？去今天弄没宿舍耶？有父母、妻子和儿子。帕马东扎达不节约。帕马东扎达不节约。你结婚几年了？去几你的现呢？落嘎车人生。去几你的现呢？落嘎车人生。6年了，落猪人生。落猪人生。你的妻子做什么工作？妻子咋的来嘎进来营业？妻子咋的来嘎进来营业？他是小学教师，莫落穷给给人。莫落穷给人。你父亲做什么工作？去几阿派进来营业？去几阿派进来营业？我父亲是商人。你阿爸从巴人。你阿爸从巴人。母亲做什么工作？阿妹进来营业。阿妹进来营业。母亲在做家务。阿妹亲来洗营业。阿妹亲来洗营业。房子是买了的吗？空吧女吧爱人。空吧女吧爱人。是买了的。人女吧人。人女吧人。你们真幸福，却做西伯我妈人。却做西伯我妈人。职工大都是这样，来做扒切点炸人。来做扒切点炸人。有几个孩子？这个嘎菜园。这个嘎菜园。有2个孩子。这个宁园。这个宁园。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不人当伯母人。不人当伯母人。2个都是女孩。人家伯母人。人家伯母人。父母亲年纪大吗？怕嘛你工作轻薄一人。怕嘛你工作轻薄一人。不很大，轻薄容马人。轻薄容马人。身体还好吗？顾康德莫恩。顾康德莫恩。很好，德莫恩。德莫恩。早饭吃什么？胡在吉萨类人。胡在吉萨类人。吃糌粑和酥油茶。糌粑东私家人。糌粑东私家人。午饭吃什么？公赛吉萨类人。公赛吉萨类人。吃米饭和菜。这东菜啥营业？这东菜啥营业？晚饭吃什么？公赛吉萨类人。公赛吉萨类人。吃面块。土板土营业。土板土营业。有什么困难？干啊借恩度。干啊借恩度。没有什么困难。干啊借没。干啊借没。藏族谚语：白节当白，西没炕没脚，都公众老人。西没炕没脚，都公众老人。忙忙碌碌是幸福，无聊闲坐是痛苦。没就嘛人辈来没谈。没就嘛人辈来没谈。皮他之人难成事，那就急了给大家。那就急了给大家。
一耳要听百人的呼声。萨勒嘎当过这，萨希那来希个。萨勒嘎当过这，萨希那来希个。吃饭干活如打脸，要吃饭就得把活干。